喂，你係唔係覺得骨質疏鬆症係老咗先要擔心嘅事？如果係咁諗，你就真係大錯特錯啦。我哋而家啲都市人，生活又忙，食嘢又唔定時，搞到骨質疏鬆呢個問題，靜靜雞變咗個你唔可以睇小嘅健康炸彈。你又知唔知？我哋啲骨質就好似你嘅銀行存款咁，30歲之後，戶口嘅利息即係骨質增生就越嚟越少，但係提款即係骨質流失就從來冇停過。骨質疏鬆會令骨頭變得脆弱，好容易一跌就骨折，特別係中年之後嘅女士就更加要小心啦。不過好消息係，只要我哋肯喺飲食同做運動方面落啲功夫，其實係可以有效預防㗎。今集營養快訊，我就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將飲食同運動結合，發揮最大嘅護骨效果。事不宜遲，我哋就嚟幫骨頭做定期存款，盡早預防骨質疏鬆啦。好，歡迎收睇營養快訊，我係 YY， 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過去15年，從協助學術研究、企業培訓到社區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就係幫人揾返身心靈健康。一句講晒，最緊要快樂，活在當下，享受人生。其中一大元素必定離唔開嘅就係講飲講食。喺呢個系列，我會用最快嘅時間同你分享一個最實用嘅營養資訊，唔講咁多廢話啦，即刻去片。好，首先我哋講下食嘢方面先啦。一講到要啲骨頭強壯啲，大家第一個諗到嘅實係鈣啦。冇錯，鈣就係組成骨骼最主要嘅材料。一個成年人每日大概需要1000毫克嘅鈣質。唔好以為一定要飲奶先補鈣，其實好多植物性食物都係補鈣高手。例如傳統板豆腐喺製作過程會用啲含鈣嘅凝固劑，所以鈣質含量好高㗎。仲有好似芥蘭、莧菜、菠菜呢啲深綠色蔬菜，同埋我哋平時成日食嘅零食，好似魚乾仔同杏仁，甜品仲有黑芝麻糊添，全部都係勁好嘅鈣質來源嚟㗎。所以唔飲牛奶嘅朋友都完全唔使擔心。俾多少少 tips 大家，如果想吸收得好啲，最好係將鈣質分幾餐攝取，效果會更好㗎。但係齋補鈣係唔夠㗎，如果冇咗佢，你食幾多鈣都係嘥氣。呢個佢就係維他命 D 啦。維他命 D 就好似鈣質嘅搬運工人，負責將腸道吸收嘅鈣運去骨頭儲起嚟。咁點樣先可以吸收到維他命 D 呢？最簡單又唔使錢嘅方法就係曬太陽，曬下啲溫和嘅太陽就得。每日俾塊面同對手臂曬返15分鐘左右，我哋身體就可以自己合成到足夠嘅維他命 D。食嘢方面呢，可以揀啲油脂豐富嘅魚嚟食，好似三文魚、青魚同沙甸魚。仲有蛋黃同埋一啲特別添加咗維他命 D 嘅牛奶或植物奶都得。除咗鈣同維他命 D 呢對黃金組合，我哋仲需要一啲神隊友嚟助攻，其中包括鎂、鋅、鉀。鎂可以幫身體調節鈣嘅平衡，而且佢本身都係骨骼結構嘅一部分。喺好多我哋諗唔到嘅食物度都有佢㗎，例如果仁、香蕉、豆類、薯仔或者係全穀類食物，都含有好豐富嘅鎂。另外，維他命 K 佢可以幫手激活骨頭入面嘅一種蛋白質，從而鎖實啲鈣，所以對骨骼健康至關重要㗎。來源包括有納豆、硬芝士、某啲發酵嘢食，同埋菠菜、羽衣甘藍呢啲綠葉蔬菜。仲有蛋白質，食夠蛋白質可以增強骨質密度。成人每日每公斤大概體重需要1到1.2克，中年或老年人如果腎功能許可嘅話，可以去到1.2到1.5克。優質嘅蛋白質來源包括魚、蛋、瘦肉、豆類、奶類製品。喺度都提醒返大家，飲太多咖啡、食得太鹹、飲太多甜嘢，都會加速鈣質流失㗎，所以要適可而止。飲食搞掂咗，下一步我哋梗係要睇埋做邊啲運動對骨骼健康最好啦。首先推介嘅係負重運動，包括承重帶氧運動，好似健步行、慢跑、跳繩同行樓梯。仲有阻力訓練，徒手做嘅就有掌上壓、深蹲、平板支撐。再進一步，亦都可以揀啲使用健身器材輔助嘅運動，好似舉重、彈力帶訓練，或者玩下輕磅啞鈴咁。根據美國國家骨質疏鬆基金會嘅建議，結合鈣質及維他命 D 嘅攝取，加上負重或抗阻運動，可以刺激骨骼生長新組織，提升骨質密度，減緩骨質流失，降低骨折嘅風險㗎。另外，防跌都好重要，想預防跌親，咁就要練下平衡力同靈敏度啦。可以打下太極，練下單腳企、瑜伽同普拉提都得。不過點都要注意安全。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骨質疏鬆或者試過脊椎壓迫性骨折，咁就要盡量避免做啲深度前彎、扭腰或者高衝擊力嘅跳躍動作。同埋運動前最好諮詢專業意見先。而家我哋一齊睇下飲食同運動可以點樣喺我哋日常生活中應用到啦。首先可以喺運動前後食啲有豐富蛋白質同鈣質嘅食物嚟增強骨骼建構嘅效果。例如做成重帶氧運動之前可以食條香蕉配搭埋杏仁。做完阻力訓練之後可以食翻杯希臘乳酪加啲生果同合桃落去都唔錯㗎。而維他命 D 同鈣質就可以跟早餐或者跟午餐一齊食，咁樣會易啲吸收。但要留意嘅係，千祈唔好一次過同好多高草酸或高植酸嘅食物，例如大量菠菜、糙米一齊食太多，費事影響鈣質吸收啦。而飲夠水都好重要㗎，因為脫水會影響鈣質吸收同骨骼健康。做運動前後記得要補充足夠水分啊，對代謝同表現都好有幫助㗎。跟住又到咗快問快答嘅環節，我哋一齊嚟睇下有咩普遍嘅疑問先。問題一：飲咖啡係唔係會偷走啲鈣㗎？無可否認，咖啡因確實會稍微增加鈣嘅流失嘅，但影響其實好細。每杯咖啡大概會流失5到6毫克嘅鈣，只要你平時飲食有足夠鈣質，例如飲多幾啖鮮奶，就已經可以輕鬆補得返，基本上係唔需要完全戒咖啡㗎。問題二：運動淨係游水可唔可以強化骨骼呢？游水對心肺功能同減輕關節壓力效果係幾唔錯嘅，但因為佢唔係負重運動，所以刺激骨骼嘅效果好有限。想增強骨質密度，都係建議加返啲阻力訓練會比較好。問題三：食得太鹹會唔會加速骨質流失？冇錯，食得太鹹、高鈉飲食係會增加鈣質流失㗎。不過留意返，要每日攝取超過2300毫克嘅鈉，即係大概6克食鹽，先會明顯增加尿液入面嘅鈣排出。所以最需要小心嘅其實係啲加工食品，好似醃製嘢、罐頭、即食麵、調味包，而唔係平時煮餸落嗰少少鹽咯。好，理論講完，依家又到咗需要大家喐下手指嘅時間啦，一齊嚟參與健骨美食選舉，投個票啦！請你從熒幕上嘅食物中投你最中意嘅健骨美食配搭一票。1號牛奶配燕麥，2號魚乾仔配杏仁，3號納豆配糙米飯，4號杏仁奶，5號芝士焗薯仔，6號菠菜水煮蛋。快啲喺下面留言區話我知你揀咗咩啦！最後我都想知你哋平時最常做嘅護骨運動係邊樣？1健步行，2深蹲，3平板支撐，4阻力訓練，好似彈力帶訓練或者輕磅啞鈴運動咁，5其他，都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埋啦！記住，預防骨質疏鬆係一場持久戰，越早開始越好。透過今日介紹嘅飲食同運動組合，希望你可以由今日開始就為自己嘅骨骼健康打好基礎。大家一齊加油啦！如果你喺增肌減脂控重嘅路上，仲有壓力同困惑嘅話，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我會陪住你一齊去破解。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請記得幫我點讚、分享埋俾朋友，並且訂閱我嘅頻道，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營養快訊㗎。多謝收睇，我哋下次見。